人期待很久。今天有一个故事不错，哎，来，有没有颜色？有啊不，这是纯笑啊，纯笑话。有一个这个年轻人啊，牵了一只狗，对自己的狗相当有信心。这狗是斗狗啊，打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战役，对方的狗不是被咬死的，就是咬了重伤啊。这很大一只，很凶啊，狗很大，几乎到人的腰这么高一只。他今天把它牵出去，带出去遛狗，在公园里面，狗几乎走到人前面，哎呀，还要拉住才行，往前跑。走着走着，对面来一个老先生，也在遛狗，牵那只狗，体型也差不多，可那个狗就慢条斯理的走过来。人一看，哎呦，这个狗长得很奇怪哦，还没看过这样子的狗，这样，老先生，这是你养的？哎，我来抓狗出来遛狗了。我这个狗是冠军的。怎么干一架好不好？咬咬看好不好？这样，是啊，被修嘎呢，要打架。我看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这样不是没有关系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狗所向无敌。看你这个狗悍唱啊，没败哦，放出来给它打一下吧，看怎么样？看谁赢好不好？被修嘎，我们干了呢，还是不要，没关系嘛，打一架狗有什么关系？咬咬一下，你遛你的狗，遛我的狗，对不对？狗讲叫顾人。哎呦，这狗讲的时候，旁边一些路人也来公园散步嘛。人家搞个讲大家的这样，就听他们两个讲，听来听去，对阿伯该拼钱那我要紧，不是安尼无好来干，不要紧，越争议不得了，人越来越多，围观的人很多，哇，人家搞讲大家，阿伯该拼了，笑人该拼了，一直讲话，最后人家喊话就开始叫价，看谁会赢这样子。我有脸呀，我有眼呀！人家叫，人越来越多了。阿伯讲，真的要打一架吗？算了，还是不要了。我靠，卖小捡。那年轻人一看，毒株越来越多，丢了地下。你要省省，阿伯，我跟你讲，我不管你，我多，这狗啊，那惊啥就，链子一放，克起，哗，早就已经跳起来了。一帮我给他开戏啊，呼啦，一开始不得了，飞沙走石啊！只听到狗的惨叫连连。风沙滚滚，突然尘埃，大家眼睛看得几乎快花了。尘埃落定的时候，一看，剩下阿贝的狗坐了地下。阿贝的狗在那边还把那只狗啊，已经尸骨无存了，还把它肋骨拿来当牙签挑。为了投他，他有笑了一口，哈，我告诉别人哪里啊？这个不是冠军狗吗？就是啊，我这狗怕呀，就随便的。阿伯呢？这是什么狗？我怎么奇怪了？这狗怎么这么厉害呢？我的叫你买怕，你都也被怕。我这个狗啊，毛还没有剃掉以前，它是一只狮子啦。太毛怪了，高啊，那被那跟狮子王来比对吧？毛剃掉，跟狗也差不多。这只狮子是不是叫辛巴？还狮子王。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笑话。会心一笑，淡淡优雅。是。